弟兄姊妹，心靈珍寶今日嘅主題係主切願與我們享受擘餅聚會第二部分。舊約時代逾越節係一年一次，但係主設立擘餅聚會係切願每個星期我哋同佢都有相會。主更加用寶血同我哋立咗新約，當我哋聚到主嘅名下，就有佢特別嘅同在，亦都同眾聖徒一同明白佢嘅愛何等長闊高深。聖靈會幫助我哋進到阿爸同主面前，聚會中亦都顯出我哋相愛合一。可以講，主係好歡喜同我哋一同赴席，所以我哋自己都要珍貴每次擘餅聚會，唔好錯過。咁好寶貴，你好愛我啊！你都話我禱告，多謝你啦！你都俾咗我好多禮物啊！我都有屋企人噶，但係我只能講冇一個比較佢幫我更加親近，我都幫佢講最多嘢，佢最了解我，認識晒我，超過我認識自己啊！佢為我預備，佢幫我嘢啦，係超過我自己識得預備噶。識得揀噶，我雖然認識咁耐，75歲，佢仲係追求緊我，今天咁起，主都係好切願我哋每個禮拜日，佢幫我一齊，因為佢太想向你繼續打開你嘅心，就想我哋幫眾聖徒咧喺埋一齊啊，一齊明白佢嘅愛。邊個試過聽到弟兄姊妹嘅禱告咧，認識主嘅愛多咗嘅？舉手啊！嗱，所以單單一個人嘅時候，係咪會少損失咧？一生，當個禱告唔係話俾人聽啊，係向佢帶啦，有聖靈感動我哋啊，幫助我哋喺最終進到父同埋主嘅面前認識佢。嗰個表達咧，間接你都會幫眾聖徒認識。或者從我分享中，我都係眾聖徒中有一位認識到佢愛係幾咁長闊高深，所以佢要個家，我係彼此支持噶。我親過晒地上所有人幫人嘅關係嘅，佢攬住晒我每一個佢最愛嘅啦，到佢心底裏面。嗱，呢個就係教會啊！有日我寫咗，我未數過幾首歌多到關於呢個約裏面嘅內涵，太寶貴啊！神嘅愛子嚟，佢用我血立咗呢個新嘅約，更美嘅約，平安嘅約，永遠嘅約。當有人嚟講係啲恩典嘅約，係真係啊，真係愛嘅約嚟噶。係用血立噶，唔單止係人嘅血，係神個愛子嘅血啦，立噶，係咪一定最厲害啦？世上而家每日都有人立緊約，或者租約，或者咩約，有啲就係結婚約，但係我都冇法諗到，全個世界、整個宇宙有更加美嘅約，佢帶嚟更美。希伯來書就講啦，更美、更美、更美。更美嘅盼望，有更美嘅祭物就佢自己。當然啦，好多更美嘅人、更美嘅約，而係幫你立喎，寶貝。因為我除咗主，我仲係羨慕神幫阿伯拉罕入約，幫大衛立約嗱，好似未卜我立約咁啊！有喺山上咧，我好感動，好感動，佢俾我。好清楚睇見，佢係幫我立約，而呢個約咧超過晒，無論大衛、亞伯拉罕嘅約咧，嗰一切嘅精華最高涵括嘅超過晒，太寶貴啦！睇啲山，啲無限者用個血，佢幫你立咗山盟愛約。
逾節一年一次，佢幫我哋每個禮拜最少，你可以多啲預備咗呢個啦，亦都係今天更美嘅筵席。佢話佢一定喺度啊！如果你幫佢扶植嘅時候，你以佢為中心，佢特別喺度啊！嗱，所以點解聚會有寶貴啦？因為你嘅恩時候，佢係幫同在啊，佢住喺心中。但係佢就咁想我哋都喺一齊，咁想我哋合一相愛啦。佢特別嘅同在，你知個人幫主同在，佢幫我愛獻都好厲害，佢好真實，亦都係啦。呢個係唔可代替，絕對有好個人性。但係啦，如果真係喺最終啦，佢特別同在啦。我想講嘅信息嘅都有呢個經歷噶。我喺你幫人嘅時候，即係唔係講信息啊？你幫人，有啲人問你嘅問題，或者本來你唔係太識答嘅，但係你就唔知點解有啲智慧嚟緊。因為當時咧，邊個試過一次用你咁嘅主幫你噶？舉手啊！係啊，佢猜咗我去，佢用我哋噶，佢幫同在，直到世界嘅末了。即係你世代末了，佢翻嚟，永遠唔會離開你，亦都永遠都幫我哋聚會特別同在。如果你係愛佢噶，你係為咗聚入到佢嗰度，佢係永遠信實噶。邊個經歷過喺最終感覺咧特別同在，係你個人中嘅另一面噶，幫助益處噶啦，感受佢同在啦嘅舉手啊！你係咪個靈裏有感覺噶？係咪？你活住過嚟啦，你係真係有得救唔得救嘅分別噶。你裏面有知覺，靈裏面有知覺啦，感覺到佢有特別同在，你亦都感受佢幫助，佢幫助你。呢個就你係享受佢永生，你嘅心係活噶，唔係幫人隔絕麻木，好似未信嗰時啦，都唔知有冇神，我感覺佢。你信咗之後咧，你要感受佢啊！你都知道一啲嘅事啊，佢同在啊，嗰啲邪嘢你都會特別敏銳噶。啲人喺度拜乜拜物，佢就喺度俾啲迷人講，但係你知道嗰啲嘢邪噶，亦都有啲地方特別多邪靈，你都會知道，你都有權趕鬼，太寶貴啊！神嘅愛子好歡喜幫你一齊扶植。如果人哋婚禮請去，你都好歡喜去啦。呢個神嘅愛子啦，好歡喜啊！你好有份噶，絕對最有份噶你。咁你就唔好自己冇份，冇聚會，係咪好慘？主你且願意你門徒吃逾越筵席，今你多享受於我們，擘餅相會，向我們打開你萬愛心底，即聖靈令我們心紀念敬拜你，你流寶血轉喊成了，締結這新約，你愛勝你榮耀國下，超越宇宙天地，直到無盡永恆。你我們甜望羔羊婚宴，並在神國裡與你歡慶乾杯，讓我們歡慶滿享受你愛
愛的勝利，到永遠我最珍貴，你是我真良人，弟兄姊妹，讓我們乾杯，甜享新約福杯，一生滿愛回憶。